有件事我想大家評評理，睇下我咁做啱唔啱。前2日我就去咗英德直播賣蔗，因為馬上就到春耕啦，好多蔗農嘅蔗都未有銷路，如果再賣唔出去呢，就血本無歸啦。相關組織者同部門就邀請到我過去直播賣蔗，目的係能夠幫蔗農賣得幾多就幾多，能夠挽回幾多損失就挽回幾多損失。咁收到通知，我就義不容辭過去幫忙啦。但係喺期間，有人話我哋打住做農嘅名義兌錢入自己隊仔，亦都有啲人講嘢好難聽嘅，佢話正仆街嚟嘅，人哋周圍都1蚊1條任斬任食，有啲甚至乎免費嘅，你賣16蚊82斤，有冇良心㗎？我聽完呢，真係覺得好心酸。咁我想問你，點先叫有良心啊？人哋蔗農種咗1年嘅蔗，係咪1蚊1條賣俾你就叫有良心？係咪俾你免費任斬任食就叫有良心？將心比心啊！人哋種咗1年嘅蔗，中間冇任何收入，就等收成，收成就碰到滯銷。1蚊1條嘅蔗，你就賺得開心啫。人哋睇到心都酸㗎。你話我哋冇良心，計條數俾你聽下啦。16蚊8，12斤嘅蔗，人工、運費、包裝，每一個環節都要費用。為咗同蔗農挽回更多損失，快遞唔敢用快嘅，快嘅貴啊嘛。紙箱唔敢用厚嘅，厚嘅貴啊。我哋都好大風險㗎。冇良心，你一句冇良心啊，寒咗幾多人嘅心啊！雖然我唔覺得我自己做呢件事有幾偉大，但我覺得好有意義，能夠盡自己微薄之力幫到人哋。正所謂贈人玫瑰，手留餘香。咁大家覺得我哋咁做係啱定唔啱呢？